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的日子中间，你保守看顾阮，互阮伫生活中间有瓦靠的气力。检测有时会拄着艰难困苦、无共款的挑战，但总是主你的恩典充满伫阮的生命中间，互阮会当有信心去面对这个困境。特别伫主的帮助下面，阮得到十足的平安。我要因为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所以阮用欢喜的心，用感谢的心，搁一遍来到你的圣殿。我要服侍敬拜你，也要透过领受你的话来得到快乐。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即时会当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专心仰望你，来得到你所赏赐一切的恩惠。也伫整个礼拜过程中间，阮较信圣神的确甲阮三甲伫地亲自来感动阮。今日阮特别要透过教会广播社彭南天牧师信息的分享，来参与伫文理的事工。恳求主，你赐福看顾这个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机构，互这个机构透过因的同工的努力，透过文字，透过影片，将你的话、你的信息传播出去，互万百姓因为安尼来得到福气。求主帮助阮会当透过今日的礼拜来参与这款的事工，来扩大你的国度。求主亲自赐福看顾教会广播全体的同工，互因所推动的事工会当真正产生效果，互侪侪人透过因来认捌主。是阮的主，阮也要将今早起服侍的正同工，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我无论献诗、诗会、传讲信息，或者是书琴，也是伫外面做招待的工作，每一个同工拢有圣神甲阮三甲伫地，互阮所做的工会当得到你的欢喜。阮也要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看顾，互教会当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阮所推动的每一项事工，就会当荣耀你的圣名。求主大大赐福互阮。阮也要将阮所徛起的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看顾，互台湾这块土地的百姓会当伫遮得到安居乐业，互阮也会当自由来追求真神。特别兴起台湾的正教会，每一个教会伫无共款的区域，就是报传福音，互侪侪人得到拯救。求主亲自赐福看顾，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保扬伊的作为，着对伊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即时，请咱来吟诗，吟诗178首，阮爱上帝圣殿；圣诗178首，阮爱上帝圣殿。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即时，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阿爸爸，阮满心感谢俄罗你，对创造世界进前，感谢你，你就听阮、拣选阮，互阮会当真做你蒙恩的囝儿，逐工享受伫主内的保守甲听叹。无论阮伫倒位做啥物，你拢甲阮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阿爸爸，我要敬拜你，你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荣耀，佮叫我举头起来的。我倒落，我醒咧，你拢保守我。我要时时来亲近你，听候你，我的心要全然向你。阿爸爸，感谢你伫我所行的路上，你的锤、你的拐，拢引带我、扶持我、安慰我，无叫我跌倒受伤。当我伫困苦艰难时，你的恩典总是有够我用。你用大用的手牵着我，互我会当倚靠你，徛牢就在。即时，我要来为着阮软弱的肢体来祈祷。伫阮中间有阮的同工、阮的兄弟姊妹，伊肉体软者，伫肉体受侪的艰苦。阿爸爸上帝，求主你赏赐阮信心，
求主你赏赐，互因有迄个倚靠你的信心，有伊伫即个破病中间，有你的救赎甲你的稳定甲因同在。互虽然伫即个受苦的中间，也毋过阿爸爸上帝，你的听犹原伫迄个中间，互因会当倚靠你来得到胜利，嘛保守伫因厝里的人咧照顾的时，会当有你同在的信心，互因的身体心灵拢得到勇健。我们来为教会、甲阮的牧者来祈祷，阿爸爸上帝，感谢你赏赐，互双连教会。有遮尔水的会堂，有遮尔好的同工，有遮尔好的牧者，阿爸爸上帝，我们求你来祝福阮手所做的工，嘛坚固伫阮的牧者甲团队，甲阮的长职，甲随做同工兄弟姊妹，伫阮共心来服侍的时阵，阿爸爸上帝，你看到就欢喜，祝福阮手所做的工，愿阮手所做的工会当互你的国度得到荣耀。即时，我要来为着教会公布，今仔日是文艺事工纪念主日，要为教会公布帮兰亭牧师甲伊的团队来祈祷，感谢主耶稣，你互因有迄个屈调的心志，会当伫文艺事工，伫济人无看重视，也毋过阿爸爸上帝，你看到因手所做的工就欢喜，嘛透过因手所做的工，会当互人的性命得到改变。好似即个所在伫福音，就得到开拓。我们为着台湾甲世界来祈祷，伫即个混乱的世界，阿爸爸上帝，求主你来保守台湾甲世界，拢有你同在平安，有和平，有公义，甲听知识的中间，互阮每一工的所行，拢会当因为有你甲阮同在，阮的心都无惊吓，有欢喜。阮安尼祈祷无够呀，搁要做伙用你甲是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讲：阮伫天咧爬，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我伫厝你伫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即时，咱做伙来启用文24篇，嘛是诗篇119篇，伫圣诗的后面37页。我来启，请各位兄姐来用。所行完全遵趁耶和华的律法的，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少年人就用什么来称起伊的所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融。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你的话将我救我。我有受苦，是最我的利益。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
我爱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开帖就发出光。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这时，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所学乐的诗歌是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感谢圣歌队所献的诗，嘛感谢一直引带咱行过死荫山谷的上帝，帮助咱下头前所行。只是咱要做伙来看圣经，圣经路加福音第4章16节到21节，记载伫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135页，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97页。耶稣转去伊大汉的所在拿撒勒，照习惯伫安息日入去会堂，伊徛起来要读圣经，有人摕一卷先知以赛亚的册互伊，伊就拆开，
找到一个所在有记载，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好消息，互善食人。伊差派我宣布，受掠的得到逃放，无看见的，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主运费的年，耶稣会册卷起来，幸福会堂的助理就坐落去。会堂内的众人拢注目看伊，伊就甲因讲：这段圣经今仔日恁在听的时已经实现了。有第二段的圣经记载伫罗马人书第10章15节，伫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346页，中文译本修订版245页。第无车牌带团，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趾哪会遐尼水？今仔日，咱真欢喜有教会公布的彭兰亭牧师来替咱传讲信息。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传扬生命的典范。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主，互我今仔日会当代表着台湾教会公报社来到咱双连教会，甲咱所有兄弟姊妹来敬拜咱的上帝。来代表着公报社向大家说多谢，因为咱双连教会的确是一个真模范的教会，对做事工对外的奉献也包括着对教会公报社的支持关心所以，互阮虽然伫即个欠缺中间犹原会当安尼顺利一期过了一期一年过了一年这是感谢主，互咱伫主的听坛内面，咱真做兄弟姊妹。所以，即个生命的典范，咱需要甲伊传扬出去。咱还未开始今仔日的信息进前，请咱搁一遍，咱做伙来祈祷。听完的主，献上阮的感谢。主，因为你的听，大声伫阮中间，也互阮学习来彼此相听。这个时阵也恳求圣神的运行伫阮中间，搁一遍互阮逐人起调，互这个圣神来甲阮充满，透过着这个引带带领，来做伙领受着信仰前辈，用因的血，用因的肝，正做目接所记载落来的，帮助阮行伫人生正确的道路顶面。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相信咱学习主耶稣基督，是因为咱拢知影，耶稣基督的确就是咱的生命的一个典范。所以透过着生命典范，咱嘛要做伙来学习。伫足多场合，咱会当去看到一个首长，也是一个牧师的就任词。伫即个就任典礼的就任词中间，咱会当看见到即个代表着如果是牧师，伊是要望会当甲兄弟姊妹安怎来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今年5月20日，咱嘛有听见新的总统赖清德总统，伊嘛有伊的就任词。即个就任词嘛，会当互咱看见到伊的一个望。伫咧内面有几段话，我感觉是咱甲基督教的一个思想真有关系，摕出来甲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当然伊咧讲起着伊的一世人，伊所行过的一个路站。年轻的时阵愿望做医生；中正的时阵愿望会当改变台湾。当伊做总统的时阵，伊愿望这个国家会当更加来壮大。特别赖总统伊伫伊的就任词内面嘛有特别提起着讲，愿望这个台湾社会是一个有听甲道德勇气的台湾社会。年轻的人看见着希望，壮年人会当实现梦想，老年人有幸福，弱势者得到照顾。每一个人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拢有政府的支持，听起来真好，听起来真好。咱嘛愿望讲这会当实现，总是呢，
这个就任书是伫个做总统开始来讲出来，表示啥呢？表示这有可能要经过4年、经过8年的时间，要经过一个检验。如果因后经过检验，咱真感谢主公，安尼代表着台湾人民有更较幸福的一个生活。这个叫做爱通过检验。但是咱来看，咱今仔日看这个圣经，耶稣基督，伊是一个完全受过检验、通过证实的。今仔咱所看的第一段圣经节，其实若照侪圣经学者咧甲分析，讲这个就是叫做耶稣基督的就任书，一个弥赛亚，一个要来到这个世间得成肉体，要成做人的一个愿望，伊的一个就任书。经过这圣经的作者改做排列出来时阵，会当通互来看，讲这是完全通过着证实的。因为咱来看路加福音书一开始所咧写通常足侪人若看到这个福音书的头前，拢甲伊跳过、浪过，因为感觉足麻烦的。特别咱来看马太福音书的时阵热长一篇，什么人搁生什么人，什么人搁生什么人，看甲来已经毋知拄偌久去啊！所以你来看路加福音书的时阵，其实嘛千万毋通袂记住，一开始特别即个第3节的所在，第1章第3节，路加福音书这个作者伊就直接咧讲，伊讲做恁放心啦，这个是阮上细查考照次序所写来，现在伊即领要紧着咧讲着这是上细查考过。我先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你感觉即摆即个变成是讲诈骗集团是咱现代才有的一个产物，还是讲2000年前嘛有一款变成诈骗集团？你认为讲是现代的产物的业手者敢好？无人业手安尼可能大家拢同意讲是2000年前就有那同意这2000年前就有，大家业手是敢好？好，多谢。无业手嘛，业手是敢好？2000年前啦，假先知换真多，讲到会飞天会创地，所以这圣经的作者，伊就安尼咧表明讲，做恁放心，我要甲你讲，这个传道人，这个耶稣基督，伊所做一切，的确是阮咧详细查考过，所以记载就互咱看见。若是安尼时阵，谁搁要特别伫咱今仔日所看这个圣经，在这个路加福音书第4章的所在，因为伊就是甲伊归纳，讲哇，当时咱所看耶稣基督做遮尔多代志，伊要表明出讲伊的一个身份，参与迄款的甲伊配合的就任书，咱通安尼来看。首先，咱看第4章第16节，有去讲到讲耶稣到这个拿撒勒。这个拿撒勒是伊成长的一个所在，现在要对这个成长的所在来做一个出发，因为咱要先面对一个问题。即摆少年人就爱讲舒适圈，咱若白话字其中的一个所讲法叫做安乐窝啦，互你真快乐安尼无烦无恼的所在，安尼叫做安乐窝啦，安乐窝啦就是舒适圈。咱来想看卖咧这个安乐窝若讲对少年人来讲是离伊住的所在愈远愈好，还是讲甲爸母住的所在较好？阮囝咧考试的时阵伊的第一志愿一定是愈天愈远的啦。要做歹代志嘛，较都无人看见。所以咧，当要到伫伊所忠诚迄个所在，表示啥？表示讲爱面对一个挑战，是爱用谦卑的心情来。的态度来面对迄款的一个人生一个挑战，这当互咱看见着耶稣基督第一个，而且咧互咱表明出来，咧甲咱表明出来，讲咱来面对着人生一个挑战。煞者咱嘛看见，讲伊是照人的一个法度啦伊是威严的君王呢，总是照人的一个法度。这个嘛表示讲伊咧顺服上主的一个旨意。然后就开始伫遐来读这个圣经，伊所读的这个圣经。头拄我有讲着，讲侪圣经学者拢讲这叫做耶稣基督的就任书，但是耶稣基督这就任书嘛毋是伊家己新发明的，是安怎？因为人摕册互伊看的时阵，伊显开，表示啥物？表示讲这是伫圣经顶面就有记载表示讲是耶稣基督伊是咧成就一个应允，
成就伫早前就已经有先讲出来对人的一个应允，今仔日要来实现。所以咱来看路加福音书第4章17节到19节，伊所读的这段经文，其实是伫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3节的所在。这个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3节，那是学者嘛咧讲这叫做仆人之歌啦，是一个奴仆的歌。但是咱头拄有看，讲被油抹，被油抹就是一个君王的一个象征呢，有圣神甲伊充满，是安那个叫做是仆人之歌，互咱通看见。讲原来迄个威严的君王来到这个世间，是迄款的一个救赎，是要成做正人的一个服侍，是要帮助人，却毋是高高在上的。所以互咱看见，愈谦卑的人，愈毋是高高在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一个生命的典范。然后咱来看，耶稣基督伊所要传道理的时阵，伊望这个好的消息是要报用予什么人？其实咱来认真来看，这个好的消息要报用的人呢，咱逐个人拢有得到。安怎讲？第一个送香散车的人，你可能讲无啊，我哪有散车？但是这个送香散车是咧甲咱讲人的心灵软弱啦，人的心灵无的时阵啦，咱看起这个圣经内面煞无记载一个撒该，撒该有好业无？足好业的，但是又善无？伊穷得只剩下钱，伊足善的，所以伊心灵迄款的一个送香，心灵一个软弱的时阵，咱侪人拢是款贫穷的，是散起来心灵上安尼真软弱。当然，这嘛咧表明讲，迄欠缺社会资源的人，拢是送香的人。你有比例无？讲无啊，我著好好，我著无人甲我绑，无人甲我绑架。你是讲我是比例的？这个比例的代表是啥？咱的心灵拢即条即款的一个捆绑。咱无因为真理得到自由，被捆绑的。然后，而遐伊嘛咧讲迄款无法度看见的，无法度看见，代表讲咱伫黑暗中看袂到迄个希望，安尼就是无法度看见的。受压迫的是甚物款的人？咱的社会若无公义，充满着遐奇奇怪怪的代志，安尼咱就是受压迫的人。然后，互咱看见着主耶稣基督只咧讲上帝恩待人的年要到。这个上帝恩待人的年要到是啥？是讲有一个公义的一个社会，伊的国今仔日要临到。这个临到会当，互咱会当来做伙享受着彼此关心是一个充满着公义，而且呢，大家是享受迄款因信称义的一个社会。所以，通讲这是主耶稣基督伊的就任，这个拢被检验过，这个拢一一来实现啊。所以，咱看见路加福音书第4章20节、21节，伫遮有一个字眼，我要请大家特别来注意。伊咧讲今仔日到底是当时？今仔日是咱2024年的7月，咱今仔日嘛是主耶稣基督伊掀开圣经咧讲的迄天，嘛是今仔日。今仔日嘛是伫以赛亚书61章所写落来的时阵，嘛是今仔日。所以通互咱看见讲，今仔日就是早伫地，今仔伫地，永远伫地。这上帝的权柄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是永远甲咱三角伫地。所以这互咱看见就讲，主耶稣基督一个应允就是讲，这是今仔日一直要来发生的，咱会当领受这个。所以互咱看见讲，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伊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典范。所以当这个生命典范伊咧传福音，或者係最有欠缺的人的时阵，咱嘛看见讲，今仔日咱的责任是啥？咱是爱传扬，咱是爱传承。这个传扬传承是咱的责任，咱唔通互这个主耶稣基督一个生命一个典范，这个恩典呢，变做是一个传说，还是讲一个传奇？传说，甲传扬有啥无共款？传奇传说就是讲，好亲像要发生这个代志。只有伫历史的其中一个时间点发生，就无去啊，安尼叫做传奇传说。但是咱相信，这个是今仔日永远一直在发生的一个代志。伫遮我特别来
利用一段圣经节，请大家来看。伫马可福音书第5章内面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真精彩，精彩到什么程度呢？精彩讲第一原来会参加跳水比赛，安怎讲呢？你也想马可福音书第5章咧讲一个人伊犯着鬼，然后主耶稣基督要将伊身躯顶面的鬼甲伊赶走。这个鬼真大阵，所以咧到后来呢，这鬼是入到2000只猪的身躯面顶，这2000只猪后来安那？你敢是跳水落去嘛？所以因咧跳水比赛猪都砰跳落去。这个人伊性命改变，伊顶在有一款的尊严，但是伊伫遐咧望讲会晓军队主耶稣基督。不过呢，这个5章19、12、13有咧讲到一个字讲耶稣唔允意啦，无同意啦。但是弟兄姊妹，咱来想这个无同意，毋是对伊无接纳哦。常常咱来想，咱的祈祷内面讲哇，来无听我的祈祷，好像像无应允我咧。但是这个无应允你，毋是无接纳你。这个故事都要互咱会当去看见。这个故事安怎讲？讲伊望对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甲伊讲的一个方式是啥？你通转去到你所徛去迄个所在，你去甲因讲，你的性命安怎改变？我安怎做奇妙的代志伫你的身躯顶面？安尼其实就是你就是咧对我啦。所以互咱会当心我看到这段圣经节心足坦然的啦。安怎讲心真坦然？定定祈祷讲哇，安尼个无应允，毋是，伊有无共款的方式，伊毋是无接纳你，伊有特别的方式，对咱有特别一个安排。所以伫遮互咱嘛去看到第2个层面，就是咧讲咱爱去传扬、去保养咱的性命到底是安怎改变。弟兄姊妹，我想咱即马有手机咱拢袂安尼真古老去讲我今仔日倒去打卡。倒一间真好食，对无？倒位真好耍，对无？倒位真袂歹，对无？讲这拢真好，但是咱欠一步呢。咱有当时袂去人打卡讲我今仔是双连教会做礼拜真袂歹呢。是甲你的厝边头尾讲今仔其实我去听道理我性命得到一个真大一个改变呢。咱真袂歹毋通干那施以自信尔，嘛还有一款心灵上的部分。所以今仔日我要特别邀请咱来传扬这个性命典范。罗马人书10章15节，今仔日咱所看第2段圣经节，就是咧甲咱讲传这个好事的福音者，伊的骹步水到怎样？这个传好事的福音者是你甲我，咱每一个人拢是。所以咱爱将这个传扬性命典范，嘛会当帮助咱真做是别人的一个性命典范。性命典范，传扬性命典范的人，伫咱的性命中一直咧侪人一直咧发生。所以伫教会公报第1期的头版，这是1885年7月12日所发行的第一份的台湾第一份的报纸，伊的头版的文章上尾一句话咧写讲望恁的道理哪深，恁的德行哪招逼啦。这什么意思呢？这拄啊伫咱信仰前辈常常咧讲咱毋通安尼道理正圣经排咧卡遮偏啦。你著爱敢若听道理以外你的德行哪招逼？这个德行哪招逼？其实嘛，对咱今仔的台湾社会来讲足下用的啦。侪人敢若咧表面讲智商偌悬，读偌侪册，但是做出来代志拢实在袂见你保证你咱嘛来看，讲这是巴克的牧师，伊用白话语来传好消息，伊学习主耶稣基督，因为咧，伊将这个福音的传互遐毋捌字的人，用种简单的方式，互遐欠缺社会资源的人，拢会当来了解到圣册顶面的道理。所以巴克的牧师伊来创设台湾教会公报社，伊来用白话语传好消息，这嘛是一个传扬性命典范。然后咱今仔日嘛来纪念伊是一个性命典范。煞者咱嘛看见，
这个甘惠林牧师，甲巴克的牧师共迄个时代，伊的文字是做伫什么所在？伊帮赞盲人朋友会当用盲的、用点字的方式，伫黑暗中看见着光芒。这嘛是一款学习主耶稣基督的典范。伊家己本身嘛是一个生命典范。咱可能想讲，哇，这种听你100多年前啊，无较晚敢有咱搁来看吼，70年前有一个 Roland Peter Brown 对美国来到伫台湾。伊差不多是1953年来到台湾，然后到伫台湾迄个时阵，被人称作后山的花莲，来创设文乐病院。创设文乐病院，帮助遐个无钱通医治的患者，得到医好，而且常常因到病院的时阵弄一罐免钱的牛奶通啉。最近公报社出一本册叫做《那是我们的医院》，这是原住民的朋友因得到真大帮助的时阵，拢咧讲到门罗医院，讲那是我们的医院啊。因为这我要请教大家，咱若讲到双连教会，咱会安尼真强讲，那是我们的教会吗？咱安尼真好当来讲。这个博罗兰医生呢，伊来到台湾40年，当伊要退休的时阵，伊讲一句名言啦。伊讲台湾足侪医生的哎呀，真可笑，真奇怪拢讲美国真近，但是花莲真远啦。伊讲即句话的时阵，迄个时阵伫美国咧做医生的一个黄胜雄医师，伊伫遐听见，我心肝头仔切一个。黄胜雄医生伫迄个时阵，伊伫美国是雷根总统的一个医疗一个调集员，钱趁真多，真有社会地位。但是当博罗兰医师安尼咧甲伊挑战的时候，讲，一个美国人到伫我的故乡，伊咧讲台湾的医生咧讲美国真近，花莲真远的时阵，伊怎安尼工作放咧，转来到台湾，真做是这门罗医院，这原住民继续的一个帮助。你会讲这是70年前的代志，今仔日有继续什么代志咧发生了？有啊，今仔日咱坐伫遮的在座各位。咱若伫咱的小可代志顶面尽忠，咱就是咧传扬即个生命的一个典范。所以今仔日我要讲教会公报社其实是透过文字咧帮助咱会当学习典范、传扬典范。咱学习耶稣基督，咱将这好的消息传予有欠缺的人。阮最近一直咧认真做即个绘本，真侪绘本。即个绘本真简单，那好参像是互儿童看。其实即个真简单的方式嘛是帮助咱，咱大人啦无管是啥物人，拢会当安尼，就透过即个绘本来了解到遐侪信仰的前辈因的故事。我嘛将即个绘本除了认真制作以外，佫较要紧是爱送到伫偏乡的所在。真感谢双连教会，过去嘛有支持即个绘本，帮助阮会当送到伫偏乡的一个所在，互遐个弱势者因拢做伙来分享着这好的消息。第二个部分，咱嘛要来学习耶稣基督，文字学习耶稣基督来安慰遐心灵忧伤的人。每一礼拜，台湾教会公报社拢发行超过10万份以上的经心周刊。这个经心周刊足简单，3个故事。我今仔日特别要邀请咱除了为经心周刊奉献以外，嘛要真做是经心周刊的一个作者。做经心周刊的作者偌好，你敢知？有可能会当做总统这个罗清德医师咱也知影讲伊过去做伫台南市咧做立法委员的时阵捌去互歹徒甲伊讲甲挂急诊，但是伊伫经心周刊面顶咧写讲迄个疼，伊的确受到即个牧师的一个感动，迄个疼帮助伊来赦免遐个人，经心周刊甲伊写落来，侪人会当去看见。所以咱要安慰人心灵忧伤，透过即个经心周刊顶面所写的，嘛请大家做伙，咱来做即个作者，咱将咱的生命的故事拢甲写落来。第三个部分，咱来学习耶稣基督。互遐被掠的人、被关押的人，因嘛会当搁一遍受到接纳，甲因鼓励。阮伫这几年中间真用心，除了送圣经到伫监狱内面以外，
想讲吼，这家内面这兄弟姊妹吼，啥物拢无，干那时间上多，吼毋好干那看尔，爱互伊手嘛当叮当。所以，阮就发现这个圣经充满我，真感谢双连教会吼，咱嘛有咧做这个圣经充满我吼，这个抄写，将这个圣经顶面甲挖一空一空，即摆来吼，就爱安尼哪看圣经，安那对照，安尼甲抄入去。目前我每一句上感动的一件代志，就是当这兄弟姊妹因伫家国内面将这个圣经充满我写完整、写完成了的时阵，寄转来教会公报社，我会掀开第一页，伫面顶安尼甲伊认证，甲签名，互伊得到一款一个鼓舞。这些拢需要真侪一个费用，但是阮真毋茫讲通过这个，咱的确是咧学习主耶稣基督，系鼓励遐个被掠受怪家的人，咱来做伙来做这个代志，嘛毋茫这拢互咱学习生命典范，咱嘛咧传扬生命典范。最后需要搁一遍向大家，除了谢德社以外吼，咱嘛请大家继续为着教会公报社来关心。因为咱这个疫情了吼，教会人数吼，我安尼甲看起来，整个长老教会，毋是甲咱双连教会尔，大部分差不多吼，拢超20%至25%的信徒，无转来做实体一个礼拜，所以有当时吼，阮为着这个奉献这个需要，嘛用这个线上奉献的方式啦吼。我特别讲到这个时阵，阮的同工就甲我提醒。讲社长，你讲到这个时吼，莫歹势，讲较慢咧。你爱讲到吼，看到人摕手机起来吼，甲伊扫这个 QR code 的时阵吼，你才会当佮继续讲别项啦吼。我特别我的面皮较薄啦，特别讲到这个时阵，安尼足歹势吼，讲奇怪，咱拢无人摕手机甲伊扫 QR code 啦吼。即摆咱若扫 QR code 足简单的啊，你若扫了吼，会成功吼，就莫佮退出来啊，继续甲伊扫落去吼。帮助教会公报社，互阮的事工会当顺利。总是我实在真感谢双连教会啦吼，恁的大头真重，足侪的事工的单位，拢想讲吼，双连教会较有肉，拢来找双连教会，恁的大头真重，总是伫遮，因为主的疼，我嘛爱真无客气，搁一遍甲咱谢道社，也恳求咱继续支持这个文字事工，互咱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典范，搁有淡薄仔时间，伫咱祈祷了后，一段短影片，请大家做伙来看，更加了解教会公报社所咧做这个事工。愿主赐予咱大家，咱做伙来祈祷。主献上阮的感谢，阮的确对你遐白白来领受，阮因信称义，阮知你所做一切，就是阮的生命典范。主恳求你，互阮教育的溃烂，也将这个生命典范常常传扬，常常甲伊保养，也是阮报答的一个方式。阮也相信，当阮安尼保养，就要得到你的赏赐，因为阮伫小可代志有愿尽忠。愿主继续使阮看顾，保守带领双连教会，是金的灯台，是光是盐。要引带更较多兄弟姊妹来到你面头前，享受你无限的恩典。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无这件，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台湾教会公报社伫这140年的历史中间，所坚持的一个精神甲态度，就是阮要讲耶稣。传基督，特别伫这个世代，咱咧讲耶稣，咱咧传基督的时阵，嘛需要将最学习主耶稣基督的精神，将伊保养出来。这个典范的故事，要互咱做伙伫黑暗中找到希望。大家好，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我是爱德华，我是张牧师，平安。平安。教会公报的两篇有关迄个圣诞节的，就来遮吗？我来遮就来。哦，因为我都出国嘛，我出国，你就想讲会使做啥物代志？我自细汉
厝诶出钱花去真侪国家大过，变做煞台语袂晓讲。遮尔侪语言，我学过迄种法语啊、德文啊、日语啥，我竟然袂晓写家己诶文字。啊，私底下去请阮干事甲伊联络。困难的拢伊担啦，啊，我就拢负责简单的，简单就是较低咧，啊，开始讲话安尼尔。咱台湾即块土地，一开始咱大家讲的就是台语啦，尾后有日语入来，啊，尾后有汉字，啊，咱有一个历史煞失传去啊。啊，好咧，家在教育公报迄阵来时，因较早来，啊，包括咧较早来，所以又甲即个留落来。啊，咱今麦佮转去看，才发现讲，迄阵咱有人留学哥伦比亚呢，你知道吗？咱有人去日本哦。画着什么地展啊？啊，东京地带，啊，大家拢是讲台语啊，啊，人嘛拢有写啊，所以我在讲啊，咱的祖先拢有真认真，在这过程内底用伊的语言讲写啊，传互大家做伙拍拼啊，咱无输人啦。我咧看标话就是安尼啦。降落地面上，既然那好无，上帝叫伊做大船，结对成群。我一船拯救一家无苦难。一句讲，这礼拜金句，请恁大家背起来。逐礼拜背金句，啊，伊讲这句我转来，逐礼拜逐日写，为拜一下，拜一下，拜啥，真写一年。啊，伊讲你今年我叫恁背金句，恁有背偌济？伊就迄本摕出来讲，阮妈妈写一年的金句伫遮。啊，即马家己愈感觉年老，体力渐渐减少，渐渐袂行。啊，家己拢知影，我身平安，当时计身拢无要紧，这有影。啊，毋过还有毋知是安怎，敢若重啊，佫诚济。所以我即马拢祈祷上帝讲，那义务责任若是压伫咧，你着互我身躯用行，吼。啊，若是已经讲我义务啊煞也无责任啊。你就互我安尼平安转去吼。公报社对台湾唯一的报纸变到规个媒体行业发展济济，甚至伫网络革命了后，每一个人拢会使成做媒体。公报社无因为时代的变化来消失，但是因为这资源的分散，确实受到足大的影响。以这个更新周刊来讲，敢若是去年一档就比前一年佫减少100万的奉献收入。这个挑战虽然真困难，不过未改变公报社用文字带来好消息的使命。无论是台湾教会公报、更新周刊、甜蜜亲子报、新眼光甲少年新眼光的读经手册，拢会继续将信仰的典范透过文字送到信徒的目睭前。对的代志，就需要坚持。虽然这需要付出真大的代价。台湾教会公报社也坚持要去关心咱的受造界，所以无搁再来销售这个一遍就甲伊单调的塑胶圣餐杯。这虽然减少真侪收入，总是阮知这是阮应该坚持的。嘛恳求咱所有兄弟姊妹继续甲阮做伙来坚持做这个对的文字事工，为着阮每一年拢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费用，继续为阮关心代祷，为着阮来奉献，愿上帝祝福大家。请邀请兄弟姊妹，咱就回来关心公报社所做的文字的事工哈。这时咱要来吟圣诗145首，俄罗代笔的雨的。圣诗145首，俄罗代笔的雨的，请起立吟全首。
坐。这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的日常有够也用。感谢你手术，互阮愿意奉献的心志。阮所献的金钱，诚做你事工的路用。阿爸爸上帝，愿所献的会当得到你的欢喜，嘛保守阮的心志。伫奉献金钱以外，我嘛奉献阮的时间、甲阮的财政、阮的心力，阮会当伫阮的生命拢诚做你的路用。愿安尼祈祷，拢从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请容阮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第4页。本周特别的事工，本周日是总会所定的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感谢台湾教会公报社社长彭兰亭牧师伫3场礼拜中的勉励、请安甲事工的分享，
望兄姐会当透过祈祷奉献来继续支持公报社所有的文字宣教的事工，互更较侪人透过教会公报、更新周刊、新眼讲读经本等等来认捌上帝，得到祝福。具体关怀本会会友刘君杰兄弟的妈妈陈秀兰姊妹。伫6月21号安孝主怀，已经伫7月12举行日礼的礼拜，定伫7月28，也是后主日下晡2点伫教会10楼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并且参加，愿上帝安慰遗嘱。本会会友柯彩媛姊妹伫7月12安孝主怀。定伫7月29后礼拜一上午7点20，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兴楼4楼挚愛一廳舉行日禮禮拜，並伫當日下晡1點半伫教會10樓禮拜堂舉行個別禮拜，請兄姐關心代禱並參加，願上帝安慰遺囑。本會會友王淑卿姊妹的媽媽尤秀琴姊妹伫7月7安孝主懷，定伫7月21，就是即禮拜日下晡1點，伫台北市立第2殯儀館景永樓2樓至善一廳舉行公祭，請兄姐關心代禱，願上帝安慰遺囑。即時，咱要來請蔡牧師來歡迎來賓，並且做牧養的代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首先我來介紹今仔第一遍甲咱做伙禮拜的新朋友。才有吳基聰、蔡月雪夫婦。在遮歡迎歡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无介紹到的。好歡迎這新朋友等下當去甲咱的貴賓室，互咱做進一步的介紹甲接待。這個時陣，我嘛感謝今仔日的咱的彭牧師吼，甲咱做伙分享真好的信息，互咱鼓掌來感謝伊。咱同心来祈禱，親愛的主，阮感謝你的恩典，因為阮佇日常生活中間，真需要有你甲阮三甲之地，阮就充滿力量。阮透過今日的禮拜，甲你有親密的交陪，懇求主，你幫助阮會當將這款聖潔的交通刷到阮的生活中間，阮生活中間無論什麼款的境遇，攏會當來順服你、倚靠你，來較贏這世間所拄着的挑戰。阮特別要將阮中間有心神軟弱的，仰望佇主的手中，求主親自安慰保守。有肉體軟弱的，求主親自醫治照顧，互阮會當恢復健康。阮中間要拄着親人死失的，求主親自安慰、扶持，互阮會當看出你所要賞賜阮永遠活命的願望。我也特別將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完完全全仰望佇主的手中。求主親自賜福，互阮佇生活中間充滿快樂，會當有能力來為主做見證。主啊，今仔日也是文理事工紀念主日，願懇求主，你保守看顧台灣教會廣播社所有的同工，因會當充滿快樂甲智慧，佇因推動的事工頂面。有聖神幫助因，懇求主保守看顧，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
即时咱做伙来起立，吟祝福诗511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同心来领受祝福。这是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通好胆安尼讲，但愿恁通平平安安出去。我将恁交伫疼人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主的怜悯疼叹，就借着圣神的相通充满，因带恁行伫正直顺坦的道路，对这时到伫永世代无尽。阿们。请坐，灭道谢恩，共受车恳。